故事。如何的春風得意也是人故事。我要走他鄉一次，寫故事一次，或是真真的不易，都想試一試。去吧，前去吧，沿途雖風霜冰冷，去吧，前去吧。縱使風吹得多猛，仍然要去闖，怎都不怕。告世間昂然地我浮還。今天等我來，就讓我誠懇的心把心聲傳來。大門若已開，若然是你在，願你聽到這個旅客願意歸來。今天等我來，就讓這幼稚的心寫出好題材。大門若隔開，分隔開，願我聲音跨障礙，令到相識不多的這主題變精彩。當年人孤單成行，仿如塵空中浮沉，我要真的決心。去吧，回去吧，從前的小子不怕，去吧，回去吧。我要使家鄉驚嘆，何時也要闖出璀璨。告世間昂然地我浮還。今天等我來，就讓我誠懇的心把心聲傳來。大門若已開，若然是你在，願你聽到這個旅客願意歸來。今天等我來，就讓這幼稚的心寫出好題材。大門若隔開，分隔開，願我聲音跨障礙，令到相識不多的這主題變精彩。今天等我來，就讓這幼稚的心寫出好題材。大門若隔開，分隔開，願我聲音跨障礙，令到相識不多的這主題